大家好，我係 Leo。疫情期間有行山嘅習慣，但係一直大部分嘅時間都係冇做過防曬設施，冇戴帽，亦都冇搽防曬霜。因為長期咁曬，最近嗰1-2年就出現咗2笪脂溢性嘅角化斑，而亦都係皮膚曬傷咗之後形成咗俗稱嘅老人斑。一直都希望想搞翻掂佢，但係又唔識得去揾一間信得過嘅醫療美容診所。直到最近有朋友介紹我去打斑，我就終於得起心肝去處理我嘅皮膚問題。今次我去到深圳呢一間叫做秋圖美膚醫療美容診所去做翻個皮秒去斑。想知道今次我打斑嘅實況就跟我嚟啦。喺出發之前記得點讚同埋訂閱我嘅頻道，最重要就係將我影片分享出去。我諗住聽日未必出到鏡呢，但係頭先呢掃下呢，佢咁樣可以咁樣掃甩咗。今次去到秋圖美膚喺深圳都有3間嘅分店，我就預約咗福田購物公園站嗰間，可以喺購物公園站嘅 H 出口，一出到地面一直向前行，亦都可以跟住高德地圖，大概9分鐘就會嚟到深圳國際商會大廈 B 座，就喺2樓。我哋一出到去就會見到醫療美容診所。喺門口嘅外牆有簡單介紹醫療美容診所嘅發展史，由2008年開始，一直去到今年嘅2024年，已經有16年嘅歷史。我哋入到去掛咗號之後，職員咧會俾啲資料你睇下。喺呢間嘅醫療美容診所有8大類嘅服務，有提拉抗衰、改善皺紋、美白淡斑、脅疤、富貴包、身材管理等。我亦都趁呢個時間望一望呢間醫療美容診所嘅環境。首先我做個皮膚分析，呢一部係皮膚檢測儀器，可以分析到而家皮膚嘅狀況。下巴放在這個位置啊，我要把我們先靠上去，放在這個凹凹下面。拍的時候儀器它自己會轉動啊，您保持閉眼放鬆狀態就可以了啊。開始了啊。當有咗皮膚分析數據之後，姑娘呢就帶我見皮膚科醫生。你最主要是在意你臉上這個斑有多長時間嗎？是應該這1年多比較明顯一點。1年多。對，其實之前斷斷續續，它會前掉。你塗了一些淡斑的產品會減掉，會淡一點。但是後來這1年就越來越深。後面就越來越深哈。對。塗完之後會不會脫皮呀？掉皮？不會啊。不會。也不會泛紅。好。那我們看一下，這個是您表面的皮膚。您的皮膚呢，還是在男生裏面偏細膩的皮膚，比較白皙。看一下啊。這個是看皮膚的一個耐受性，皮膚的一個屏障健不健康啊？那我們這樣看呢，皮膚屏障還是相對比較完整的，沒有什麼特別明顯或者嚴重受損，這個是沒有的。這個呢是看我們皮下的一些炎性反應，炎性反應呢，我們日常的這種清潔過度啊，它也會導致這種皮下的這種炎性反應，還有呢日曬也會導致啊。那還有一些呢，可能通過的一些不好的保養方式有破壞到皮膚，它也會。那我們現在來看呢，可能就是皮膚有時候太乾了，它也會泛紅，看到嗎？顴弓這兩邊會有一點紅啊，這些地方的顏色是正常的，這些地方啊，額頭也是相對比較正常的。這一圈最好盡量不要受傷，如果有破損、受傷、長痘或者是有摳到它的話，它就很容易長出這種表面的斑點啊。我現在是拿的是什麼斑來的？您這個斑呢，從正常的形態來看呢，它是脂溢性角化斑，也可以稱之為老年斑。脂溢性角化斑跟老年斑是相匹配的，但是老年斑它只是老百姓的一個稱呼，它的學名是脂溢性角化斑，就是皮膚的一個老化、光老化、日曬呀，還有隨着年齡的增長啊，細胞的一些衰老啊，它導致的這種色素沉澱啊。那這種呢，你的呢不是特別明顯，看到了隱隱約約的。如果說你很明顯一塊在這裡，反而效果會很好。做完一次以後，可能幾乎就看不太出來了。但是呢，我們這個呢，可能也是因為你之前也有塗這些東西哈，就是淡斑的，那麼它現在並不是特別的明顯。
那我们做完激光以后，我就不能确保100%咱们做一次它就完全没有了。那应该保守估计要做多少次的？一般的话，这种色素一般呢1到3次，有一些好的1次就干干净净的了。明白。但是我们不能够很夸张的去注意。明白。那如果比如說第一次跟第二次要等多久才能打第二次？ 3個月。分析完皮膚之後，我就進行打斑。我而家進行嘅叫做雞尾酒色素管理激光，費用係1280蚊。首先護士會幫我清潔好面上面嘅皮膚。當清潔好皮膚之後，再喺打斑嘅位置塗上麻藥，大概敷20分鐘，等麻藥嘅成分滲入到皮膚裏邊。亦都有個呼叫鈴，途中有啲咩需要或者需要幫手嘅話，亦都可以撳掣請人入嚟。我而家咧就敷緊呢個麻藥，咁啊大概敷20分鐘，咁就啲麻藥咧入咗啲皮膚之後咧，咁就打斑嗰陣時咧就冇咁痛。咁啊最主要係以量打斑。咁啊醫生佢都好老實啦，講其實如果以我咁嘅情況咧，就未必一次過可以打得清嘅，起碼要1至3次。老實咁同我講咧，我仲會有個譜，就話俾你聽，唔係咩都應承到你啊，話一次過啊，好似神仙咁樣。但係而家咁樣咧，我起碼個心裏有個底，原來要打1至3次咧，至可以將我原本嘅斑咧先可以清到。呢個色素管理激光，佢原理咧係採用啲低能量嘅超皮秒激光，再打落啲斑度，令到皮膚下邊嘅斑爆破。佢色素就會慢慢代謝，俾身體吸收，最後就排出體外，係一個分解黑色素，同埋亦都可以降低色素細胞嘅活躍性，改善到色素細胞嘅代謝環境。當激光大範圍打塊面嘅時候，就好似俾人用橡筋彈落塊面度咁。但係當激光主力去打落兩塊斑嘅時候，就好似俾人大力咁彈落塊面度。但係呢段時間你好清楚係唔可以喐。而醫生嘅手勢亦都好準確，對準個斑打落去。當打完一邊之後，醫生就會俾冰我敷住個傷口，之後就打另外一邊。呢個療程除咗集中去打面上2笪斑之外，都會幫你打其餘嘅部分，可以提亮返你面上面嘅皮膚，令到皮膚更加白淨光亮。我給你擦2塊哈。對。就是敷個幾秒，不要一直摁着，敷個幾秒拿起來，然後再敷。等要是這個冰塊快完全化的時候，還沒有完全化，你就要叫我，然後我給你再拿一個新的冰塊。對，就讓它先融化，然後冰到上面會好一些。然後這個是給你回去的藥，它是一天塗2到3次，塗到它結痂為止，結了痂就不用管它了啊。對。呢度咧仲有個膏咧，要翻去搽到去結焦為止。咁啊，如果結咗焦之後咧，就唔使再搽呢個藥膏啦。咁啊，幫助你結焦個傷口快啲好翻啦。其實佢打斑嘅時候咧，就好似有啲刺痛嘅感覺。咁重點嗰2笪斑咧，就會有一個好似俾人一巴巴冚落去嘅感覺，一巴巴。但係其實已經敷咗麻藥咧，個情況已經好一啲㗎啦。其實而家呢2笪咧會比較明顯啲，因為第1日咁樣打，咁啊要等1個禮拜咧，佢結咗焦之後咧，先至可以清翻佢啲斑。為咗要保護呢2個啱啱打好嘅斑咧，就買咗一個防水嘅，咁呢啲貼咧就可以避開個斑嘅傷口，咁啊貼翻喺皮膚度啦。咁當然啦，就唔係100%咧，就唔可以就咁淋啦，唔可以兜面咁淋啦。咁啊都可以咁樣咬膏之後咧，咁樣淋咧，咁啊都盡量可以避到呢啲嘅傷口咧，可以掂到水。咁我覺得咁樣都幾好。就算好唔小心滴到少少落去咧，都可以有啲膠布咧避到。而家係打咗斑嘅第2日，咁其實會個傷口都明顯嘅。咁就盡量唔好掂佢，唔好掂水啦。咁啊搽翻佢俾我哋嘅藥膏，相信咧喺第7、第8日之後咧就會個焦就會脫嘅啦。咁啊呢段時間真係要忍下手，唔好俾水掂到佢，唔好攞手去搞佢啦。呢個係第3日嘅情況，其實而家睇落去咧都好明顯好現嘅。咁都好大特色，呢個尷尬期，希望佢甩咗之後咧可以斑淡翻色咧，呢個星期嘅尷尬期都值得嘅。而家係第4日啦，睇下而家嘅情況，咁其實都係仍然好深嘅，
咁我出街咧都會戴防曬嘅口罩去擋住啲紫外線。咁啊，而家暫時唔能夠搽呢個防曬住。咁呢幾日都要好好咁保護佢啦。希望可以盡快甩咗呢個焦咧，咁我就可以正常活動。而家係第5日，咁其實你見到呢啲位咧，都已經係消退咗啦。咁你搽藥膏咧都 feel 到咧，佢已經結咗焦咧，已經好硬嘅感覺。咁就應該好快會退啊！我諗過多幾日就。而家係第6日嘅情況，咁就個印仲喺度咯。美容師咧都有聯絡我，咁睇翻而家嘅情況，正常咧佢話7日，有啲人咧會大概10日先至甩焦嘅。咁今日第6日啦，咁睇落去咧第7日咧應該仲未得住嘅，可能我係第10日先至正式甩晒所有嘅焦，我先至可以完全冇咗呢個印啦。但係咧，其實你會睇到咧，佢甩出嚟嗰啲焦咧，我原本有斑嘅地方咧，已經係冇乜斑啦。我睇落去嘅情況係好滿意嘅。嚟到第7日啦，終於見到家鄉嘅感覺。咁咧，其實咧已經係甩咗大概係個邊，可能有1/3嘅地方。咁下邊呢一度咧，亦都收咁啲，收乾咗。咁啊，美容師一 check 我就話可以停藥啦，就唔需要再搽佢哋俾我嗰個糖火膏。咁咧而家咁就開始收乾嘅感覺。我覺得過多3-4日度咧就會完全甩㗎啦，呢個焦。好開心啊！今朝頭先刷牙嗰陣時咧，咁就已經甩咗呢一個下邊嗰個焦啦。咁其實咧係有一個剩翻淺一個控咯。咁其實已經好滿意我，對我嚟講，我冇諗過係完美主義嘅話咧，可能真係要補打多一次，因為咧佢個控，因為我冇諗過打一次就已經係淺色咗好多。咁佢生出嚟嘅皮膚咧仍然好幼嫩啊。咁啊呢段時間咧唔能夠大力捽佢要好好保護佢。咁最緊要係咧如果上邊嗰個都甩埋嘅話咧，就要敷翻佢哋俾我嘅 mask 啦，咁就可以修復翻啲皮膚。因為咧做完激光之後咧，皮膚都比較乾啲嘅，咁就需要補翻水，滋潤翻呢啲啱啱生出嚟嘅皮膚。咁好期待上邊如果呢個甩埋嘅話咧，咁我就可以正常生活啦。如果唔係嘅話咧，呢段時間咧出街咧都係要戴住口罩遮住佢啦。咁其實咧我而家出街都會戴啲防曬口罩嘅。如果大熱頭嘅話，好開心啊！我見到咧。我諗住聽日未必出到鏡呢，跟住我今日係第8日，咁我可能都要等埋聽日。美容師呢都話可能有機會等10日嘅，但係頭先呢掃下呢，佢咁樣可以咁樣掃甩咗，跌咗地下呢度。我冇諗過原來係真係可以打到斑，係打到咁樣，係呢度係下邊仲有個控咯。如果完美主義者，我覺得可以再打多一次就應該冇嘅。但係其實我已經接受咗，我覺得係呢個已經唔係大問題，呢個係少少嘅瑕疵，我可以接受得到。但係呢笪位咧，其實好影響我之前出嘅嗰個情況。咁但係咁樣其實我已經好滿意啊！等皮膚休息幾個月之後，3個月到半年，可能我再打一次，打埋去就應該完全冇事，咁就好 OK。咁啊，如果呢段時間做好防曬啦，一係搽防曬，一係戴防曬口罩，保護翻個皮膚。因為咧而家呢個皮膚咧係好脆弱嘅，我知道啱啱新生出嚟，需要好好保護，亦都要搽翻敷翻一啲修復嘅面膜啦，一啲補水嘅面膜咧，俾皮膚去吸收翻。我真係超滿意。當個焦甩咗之後，就可以用佢哋之前送嘅面膜同埋精華，幫皮膚修復同埋補水。咁2個星期之後，就可以去翻佢哋分店度做復診，亦都會教翻你一啲基本嘅護膚常識，例如一定要做好防曬，俾皮膚休息3個月到半年。如果有需要嘅話，可以再打多一次斑。對於今次整體打斑嘅經驗，係十分推薦呢間秋桃美膚。成個過程佢哋好細心，對於我嚟講，仲未接觸過激光打斑，可能覺得係一件好大件事。但係對於醫療美容診所嚟講，係一個好基本嘅項目。有興趣嘅話，可以微信掃呢個2維碼，或者關注佢哋嘅公眾號，聯絡佢哋可以詢問到更多。好啦，今日影片就嚟到呢度。如果中意我影片嘅話，記得點讚同埋訂閱我頻道。最重要就係留言同埋分享埋俾朋友，撳埋我鐘仔，當有新片出嘅時候，就會第一時間通知大家。約定你，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